若够45天就要来投票，选情正竞争的台北市，疫情加势气保拢是焦点。先是郭文摕来警体蒋万安的老爸蒋浩炎，讲就是身躯有伤侪炸弹，所以唔敢帮后生来徛台，就惊会爆炸。蒋万安来回讲，爸爸是无用咧带孙啦。若陈时中一透早徛伫路口拜票，可能是麦克伤大声，讲吵到附近的居民，是去互甲呛声。陈时中是赶紧来道歉。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着上新的民调，3个人差唔多真瓦近。这个民调嘛有模拟弃保的情景。若是伫弃保的状况下，讲对黄珊珊上有利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若剩黄珊珊甲蒋万安咧拼，黄珊珊赢；若剩黄珊珊甲陈时中咧拼，嘛是黄珊珊赢。若是剩蒋万安甲陈时中咧拼，是蒋万安赢。我陈时中在这里拜托大家民主前进58。虽然天顶咧落雨伞啊，民进党的陈时中唔惊风雨，和党内人员改变过去伫家路扫街拜票，即摆徛伫家路向市民朋友拜票，唔过煞发生小插曲。边的民众徛伫厝内阳台真生气，因为麦克的造船声伤大声。让我们把它声音量放小来，不要打扰到大家。竞选团队关键会室内，就惊民众增加对陈时中的收份达减少选票。美丽岛电子报公布上新台北市长选举民调当中，陈时中民调上低，敢若27.8%。另外，蒋万安是29.6%，无动一个黄珊珊约伫伊的后壁。伫民调当中嘛，特别无记弃保状况。若是伫投票前一天，发现其中2个人上有可能会当选。其中黄珊珊伫黄奖 PK， 阁有单黄 PK 2个组合拢赢真济。不管安怎比，但是种所有可能性拢选袂掉。对，我想这种假设性的哈，现在很难去回答。集中选票投给黄珊珊，这3个愿望就快要实现了。从民调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，我也觉得蛮高兴的。虽然民调占优势，黄珊珊又完真细致，因为收份达袂数，但市中的郭文铁恐惊会变数伊的魔咒。前几天啊，郭文铁算蒋万安的老爸蒋浩炎，到当也袂替蒋万安徛台，是因为身上伤侪炸弹，惊会变气。大家也知道，我马上要成为3宝爸，爸妈也都在家忙着帮忙带孙子。蒋介新势敢是蒋万安的报复啊？疫情敢是陈时中的选情破空？郭文铁对黄珊珊来讲，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？北市3卡都的选战，候选人拢有家己歹解的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